继续来看台中继承着5亿房地产的高中生的命案，到底死亡原因是啥？法医研究所的鉴定报告6月初2出炉，就用上诉件送到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昨早起收到件，早起马上来开庭，而且传唤着高中生的妈妈到案，要针对鉴定的结果，搁来了解案情。高中生的妈妈为案件发生到呾，2礼拜以来是搁一届来开喙，伊来感谢社会各界对后生的关心。不过，法医研究所的鉴定报告甲法医高大成当初所提出的真侪疑点出现着落差。检察官讲，将会依照着法医研究所的报告，赶紧来厘清疑点。高中生妈妈下晝9點出現喺台中地檢署偵查庭的門口，因為關係後生驗屍報告，即馬已經有結果。高醫師跟檢察官，還有一些媒體，所有的台灣人，多謝恁的關心，謝謝。阮囝這迄個一定愛還阮囝這個公道，還阮囝這個清白，謝謝，多謝你。媽媽感謝各界對後生支持，專案爆發2禮拜個單，伊個一擺開喙，話是講解啲皮錯，看出對後生關心和唔甘。關於高中生案是真濟疑點，包括手骨的檢控、阿媽棍受的婚嫁、規身軀刮傷，攏在等驗屍報告來釐清。這個應該是一個兇殺案啦，佢是唔是人甲手甲腳咧？對這暗棍仔甲吹咧吼，啊要甲拖啦，愛小可有掙扎，是講你來腳咧怎咧？到咗困去，吼。法醫研究所第2禮拜6月初2甲解破鑑定的報告，用上緊的速度送到台中地檢署。檢方8月6月初5收件，隨法傳票給家屬。6月初6開偵查庭，不過聽講鑑定的內容和高大成的講法有爭差，外界對報告內容都唔知影。奇怪是同一個命案，檢方說小連續開2個無同款的偵查庭，敢是還有另外個傳相關證過來？這案情是讓大家看甲無煞煞。晚間9點，邀請您與世界同步，60分鐘掌握全球脈動。World News 9，陳雅玲世界晚報給您嶄新視野。